MPM 係以色列嘅品牌，我哋嘅文法嘅英文 Hair Follicle Stimulation， 簡稱 HFS。2014年頭皮呢個滾輪針係拎到專利嘅認證，色素都係頭皮專用嘅植物色素。我哋嘅滾輪針係可以調校震動同埋轉動，震動係適合頭髮比較長嘅小哥哥或者小姐姐，轉動係適合寸頭、光頭、極短頭髮嘅造型。選擇做淺色嘅客人，即係教科書上面嘅效果，我哋行幾次就可以做到啦。所以我成日都話做 skinhead 嘅造型我最中意，因為我哋就係需要1個鐘至1個半鐘就可以完成㗎啦，唔需要5個鐘、6個鐘、7個鐘、8個鐘，亦都唔需要4次、5次、6次嘅保濕。我哋有80% 嘅客人都要求做得比較深色或者要深過黑色，用緊真髮纖維黑粉嘅你哋講到呢度，我相信你哋已經明白理解點解你會選擇沙魯斯嘅 MPM 紋髮，而唔會選擇 SMP 嘅紋髮。如果你仲係唔係好理解嘅話，先點收藏，因為呢條影片會好長好長。MPM 紋髮並唔單止係做 skinhead 光頭嘅造型咁簡單，我哋唔會要求客人鏟青，因為我哋係任何脫髮類型都可以做到，因應客人嘅髮型、脫髮位置要求去選擇顏色嘅深淺，以打霧疊加一層一層嘅形式，用不同嘅粗幼點去形成立體毛髮嘅感覺。所以唔好再問顏色化開咗一堆顏色等等嘅問題，麻煩將條片由頭睇過。感謝各位，始終會為客人脫髮嘅位置要求、生活習慣、審美都唔一樣嘅，所以 MPM 紋髮專家我沙魯斯會混合市面上3大紋髮嘅技巧 ：MPM 紋髮、SMP 紋髮、線條紋髮，取長補短，混合處理。另外，我哋頭皮專用嘅色素有齊10色嘅，配合唔同嘅深、中、淺、黑髮、咖啡髮、灰白髮，我哋唔單止一隻顏色走天涯嘅。科技技術進步就係為咗方便人類嘅生活，即係今時今日你去泰國旅行，你會選擇坐大飛去啊，定係坐飛機去啊？我係咩都唔識，淨係識紋髮嘅沙魯斯。